今仔日有一个新来的菜鸟啊，伊是夜部迄个部门的设计师。变做讲，因为我做的是看会到的网页的部分，伊就会来对我即个一撮顶一撮甲后一撮之间的距离爱较开的，爱较密的就安尼变来变去。伊早可能就是讲，若会叫我来改，就是做明显的歹看。毋过就是有一寡人较讲究，伊安怎看，目睭就是看袂介意。毋过对我来讲，就变做讲，这就你个人的问题，有可能会变做安尼。除非讲无好看的人是客户，也无就是头家、顶司。安尼就变做讲顶司就安尼讲。毋过若是同事的话，就会想讲，伊早就无安尼改。而且改袂煞，毋知影讲安怎改较会了时。就是变做讲有一个暗，其实嘛无几页，无几页就半页尔，一个区域尔，就改到安尼。改十几摆有嘿。变做讲会惊啦，惊讲若不爱抗议的话，会讲愈改，因为安尼爱安怎看较满意，有可能就是你会使安怎看拢无满意。变做讲，若今仔是会出册一个工人出册，安尼我就片仔摸落就是会去改，因为即落人就摕证据出来啊。毋过即个好看歹看的问题，就变做讲，除非即个人有地位是顶司，有即个权利也无就是客户也无变做是一个公司的传统。无的话，就想讲，这你感觉歹看是甲我找麻烦抑是安怎？你就无信任讲伊的目睭而且嘛会想讲这无一个标准啊，伊会使不时就感觉这伤开，这伤钱拢伤客拢会随时拢会使改变无亲像讲找错误伊若讲找无错误，伊嘛无法度啊。这就是会变安尼。进前我是有忍耐，想讲莫甲别人起冲突嘛，莫有歹名声，讲即个工程师拢做不爱甲人配合拢做到摕代志，嘛无想要互人讲啊无好听。毋过真正是会惊啦，就是讲对即个菜鸟嘛无熟悉，无啥物信任，无够了解，惊讲改尾后就定改一撮，安尼嘛是就是想讲哪会还袂解决改迄是无困难，毋过若讲伊搁来搁改这，拄仔毋是改过我就有甲伊呛声，讲你哪会改来改去，改遐济摆当然伊是菜鸟若甲伊讲是有改善，伊就讲这上尾一版啦伊若看了就讲袂搁改可能伊嘛知影讲伊若改来改去会看我的面相我的面相会无啥好看我就想着讲，进前迄个查某的夜妇，就嘛是甲公司死透咯迄个查某的夜妇看着我嘛，亲像看着冤仇人共款。若甲伊烧借问，伊是不爱超工不爱插你，超工无看着，就是拍死嘛不爱甲你用就是安尼拢足勉强，应该是无甲我用过我有发现讲，伊对别人足热情的，足好斗阵的款安尼看着我就是插拢不爱插，无就是对我的态度，就是
我讲无两句，听报就开始发性地。我想着讲是毋是足久以前嘛有一摆伊嘛是改来改去，我嘛是被动咧，我就讲莫改遐济改啊，无去找较就是讲找专门会使甲你改即个看好看无好看的人，叫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迄时阵我嘛是甲伊讲啊作弊，因为嘛实在是，伊迄种风格我是无法度动安尼，就是伊足急的，紧来，搁等下搁来，讲拄则迄我无看着，拄则迄个案例节目出现，你着想讲哪会，着不时着伫补伊即个好看歹看。若讲一看着足歹看，当然爱改。毋过有时阵就是，较下骹，抑是补遐下骹，这嘛是逐人的想法尔，无讲足明显的无好看，也无是足明显的字拢读做伙。毋过迄个时阵有可能就是迄个时阵查某夜妇伊着扣分，可能腹长无遐闊，而且嘛想讲，着可能迄个时阵就开始安尼，态度就足歹的，毋过即摆我嘛是挡袂牢，因为我想讲，嘛是爱互伊知影讲我的想法，莫安尼，伫遐。要安怎讲？无需要讲用搬去的，因为这心肝头会足艰苦的。就想讲明明就是希望讲伊莫阁来莫阁一直找麻烦，毋过阁爱结一个讲不要紧啊，做好斗阵。就是这一届两届会当，毋过伤济届实在是。嘛是无法度，过来就是，今仔同事今仔同事安怎讲？真正袂阁来公司上班，隔壁的同事开始请假。毋过阁有用来甲伊请教一寡问题，毋过知影讲。家己爱转变，而且就是看互清楚。若讲迄个查某夜妇，我若阁甲伊讲较坦白咧，讲莫伫改，讲出我的心声。伊若讲着扣分，扣分甲要离职嘛，对我的态度拢足歹。我想讲这，我犹原爱讲，我就是甲即个。即个状况，甲伊看互清楚，分析清楚，看互明，安就莫去遐怨叹讲，伊哪会对我态度遐歹，对别人态度遐好？有的人就是讲，伫合作的时阵，你是甲伊讲公司的代志、工课上的代志，只是讲态度可能较歹，就伤烦啊！佫一直改，佫惊这人。若惯势以后，就不时就改一个，拢是为着好看无好看，安尼。其实嘛是讲，就算是讲互伊怨叹，即摆想的嘛是真有价值，因为这就是爱看互清楚、看互明白的一件代志，就是我家己去选择。正经就是讲，有可能我对一寡人有即种讲甲伊讲较明的，讲较白，伊就扣分做一冬，你嘛想无讲是安怎伊的态度哪会突然间安尼？真正有安尼的人，毋过若安尼的人，我嘛毋免讲伤要义，其实就是讲。家己爱支持家己，每届咱拢讲人足孤单，拢无人甲家己支持，搁怨叹讲我人遐好，哪会伊需要用即种态度，无就是我的旧同事，
伊哪会安尼看我无，抑是讲无信任，拄啊无信任。其实若讲我家己支持家己，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我若伫案内不爱甲即个菜鸟的设计师迄个设计师我无甲伊讲。有一工，总有一工，我嘛是会讲，因为真正是，就是立场啦，就是讲，哪会改甲安尼？若久久改一摆，是讲嘛不要紧。你知影讲，伊袂不时就看无顺眼，袂甲讲看这好看歹看，啊差一丝当做伊的工课上重要的价值。知影讲伊毋是安尼。伊可能就是，有时阵突然间感觉讲无好看，你就知影伊久久一改，久久去改一改，安尼会当接受。而且嘛想讲进前合作，伊嘛是，嘛无讲歹听话，就是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啦。若有一个人像讲我隔壁的同事感觉讲啥物拢看会开，伊游玩是扣分，讲有一摆伫群组，有一个错误，毋过是甲伊无关系。啊，群组佫一个同事就，讲足歹听的话，其实拢会记条条，记甲伊离石头路。伊游玩是讲，伊石头路就是有即个人，就是咱有时阵若讲话较无好听，无啥物客气，真正是会互人着伤，这是无毋对。毋过有时阵就变讲无讲家己的内伤，实在是还嘛毋知影要安怎，就家己支持家己。我即个安尼讲，我嘛袂后悔，是安怎咧？就是讲，你今仔无讲，后摆伊就用共款安尼，用伊的眼光安尼改来改去。你嘛后一摆你佫面临讲你到底爱讲无？嘛是伫遐真想。既然安尼，我就早就甲伊讲啊，安尼讲出我的心声。安尼以后伊若讲，就毋免讲啊，伊就知我的心声，就是大家选择的问题。伊有可能游玩坚持爱改，只是讲伊来改，伊就知影讲，我做不爱伊安尼改来改去，会使改一摆、两摆、三摆，毋过莫来回安尼。我想讲，我这该做的，因为有时阵就是想讲，你修理一个物件，你就讲修理好啊，毋过这种好看歹看，就是一直来。你嘛毋知影讲是即摆好啊，会讲搁来无？搁来嘛是个人的意思，是讲伊感觉无好看。你嘛毋知影讲是真正歹看，伊也是讲，对，就是较无即个，我会感觉无这需要，无这种遐紧急的需求。过来就是讲，伫家教的时阵。囡仔有家教，就是有去豆豆去学即个词，佫有学转音。有的人会想讲，我都会晓啊，佫爱开即个钱。毋过我想讲，即嘛是有帮助的，就是学台语就是安尼啊，就是你若想要学，就是学较有路的，加学知影无共款的人的讲法，做一个印证，安尼嘛袂歹啦。无通亲像讲，若考认证的人会想讲，我着考煞，着无想要去读即种读台语是无共款的学台语。有的人着想讲，我会晓啊，我无想要搁学物件。我是讲，搁继续伫学，因为嘛趣味啊。
就甲伊当做一个趣味的代志，莫阁定定有即个压力，想讲我着开钱伫学啊，哪有游玩讲袂好势，着若亲像讲，我伫军组，有知影足侪先生伫咧学校，做正式教师，因着有诶是台语袂歹，想要看会通做台语诶先生无，就会甲你交流，有诶就是台语真正诚好，当然是较好，较会去学校去问讲你要做台语诶先生无？结果我有讲，我有一寡词是袂歹，拢知影，毋过即若讲久，伊就会知影讲我即个腔口啊，可能是尾仔较练的，毋是讲自细汉就是定定讲。进前我若发现，我就会想讲，我哪会练遐久啊？游玩嘛，袂讲一句话讲的，讲听袂出来，听袂出来，意思是讲听袂出来，你是袂较无食讲的人，你会练甲掠准是讲定定地讲，自细汉就地讲，毋过我毋是安尼，我游玩讲较济句，会有替互人掠包，讲这转调即个腔口安尼怪怪。毋过我是算表达意思算有顺，只不过是讲游玩是有这腔口无遐水开。以早会怨叹讲我是要学到什物时阵，较袂亲像讲后天的台语人，想要互人掠准是天生的台语人，毋过即摆就是讲学这嘛趣味啊，学一个台语，你会使明白台语，会使有另外一个世界，莫用一寡社会正人的看法，讲这有效，迄无效，实在毋免遐现实，就是会当做一寡家己爱做，而且无遐侪人伫抢的代志。我感觉嘛会使，这嘛是一条路。我有想讲，若讲定定拢足紧张、足烦恼，讲家己伫咧公司表现无介好即摆搁出册啊，就一直想讲有机会会当替顶司去欣赏。煞毋知影顶司早就私底下是有一寡人伊家己当做家己人，搁有时阵是讲我若去做看会到的迄种网页，毋是讲资料库迄看袂到的，有可能即个顶司本底就看轻，看轻我即种做前端的人，有可能安尼，阮搁心肝头搁遐紧张，搁足惊别人讲会互顶司想讲我哪会定定出册无？咱无需要啦，就讲遐紧张，就是为着讲心中有一个期待，会当有一天替顶司去欣赏。这就是我对即个权力权威的人想要互伊，想要为着即个有权的人对我的好印象，摕到一寡好处，也是讲比别人，可能薪水加较悬，即个分数加较好，无就是机会加较济，总是为着好处。毋过学台语就较袂安尼，嘛毋是讲为着做生意，因为我嘛毋是业务，嘛毋是真正有可能想要互人学老，想要互人肯定。毋过即摆就知影讲这会晓讲台语嘛，无算时行，这就慢慢会较平常心，就开始是为着家己要练，家己要讲。毋是为着别人，毋过我若伫公司
惊讲出册，替互人发现，替互人宣传，替互人讲加强讲啊，这个人出册，惊顶死想讲这个人就是做代志无顶真，互人袂放心。这若是即种惊吓，啊无就是爱去搬戏，搬甲做戏，做甲配合做好斗阵的，毋是讲真正家己会嘛想互开，讲会安尼有势头好做，有一个解决问题，嘛是诚好的代志。就是讲有时阵是为着好处，为着一个望，有时阵毋是就足单纯，就是家己想要安尼做，家己想要安尼做会较有力量，较快乐，心内袂讲定定一切酸，定定安尼为做，因为是为着家己要学的，毋是讲爱互啥物人，爱互一个某物人，互伊欢喜，互伊认同。啊，无就是去想讲，因为有个人做共款的代志，即个有权利的人可能对别人就是印象袂歹，袂讲足生气。啊，毋过对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会家做文章，这拢是有可能的。若活伫别人的阴影之下，影只嘛毋知。阴影活伫别人的阴影之下，佫毋知影无得甲，想讲这就是应该爱做的。就若亲像讲伫中国，就讲啊，这互国家管，互国家去封锁一寡新闻，这拢是应该。拢无想讲这不合理。就若亲像即摆人。对顶时安尼抱，做要以顶时对家己的想法，毋过拢无要伊讲即个台语安怎，母语安怎，因为这都白听嘛白安怎。啊，毋过若看着讲平面是同事，有个人结果伊的薪水加较悬，伊做组长。又替升起来，啊无就是即个人拢是假就是别人别的同事，别位同事替学老，替看重，拢是会互家己心做无爽快。这就是爱坚持家己是家己想要做的，毋是讲家己去幻想有一个顶时伊会安怎甲咱想。我想就是爱安尼转变，安尼成长。